早啊！昨天夜店有拔到没有？你有事吗？我昨天加班到几点了？不要这样子，我就帮你贴个行情哦。真不懂我哦。啊，快迟到了。早安。我这礼拜不行了。哎呦妈，我现在在忙啊，我在准备开会的东西。我真的要先挂电话了。好了，好，拜拜。大好啊，我请你重新规划的公司业绩试算表资料都处理好了没有？是的，老板，我这边都统整差不多了。你看这边栏位，我重新规划后，比原本更为易读，马上就可以给你了。你嘞，刚刚很夸张哎，老板突然出现，你还在那边打电动，被抓到你就死定。喂，别看我胖我手可是很灵活的，而且我东西都做完啦。好了，肚子好饿哦，走了。你看看，快打招呼啊！我帮你们一起回来，快！Hello， 小。我跟你算了啦，超弱的。帮我站一起招要不要？还是你要请我吃中饭？好啊，你要吃什么我都请你。已经想到就龙虾大餐喽。大停站！吃我一顿龙虾大餐，花了我好几千，接下来还要餐餐吃泡面。你的绝招嘞？你别紧张好不好？你还没跟我讲你什么时候喜欢小安的啊？你有约要出去吗？拜托，当然有啊，我就寄 email 啊，但他都没回我。email 真的假的啦？现在还有用 email 把妹哦？后来我发现他都没回我，我就写便利贴贴到他桌上，但他还是没理我。便利贴更夸张你看他桌上这么多东西，怎么可能注意到你？好，那我现在直接当面跟他约看电影。嗨，小安。我这里刚好有2张电影票，我想说，小安呐，我有出差的资料跟你讨论，请你过来一下。好，我马上来。我们晚一点再说。好。喂，演什么内心戏啊？走开了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看来我们只要使出大绝招了。大绝招？看我这份作战计划，把妹就是快、狠、准。如果我办不到，那我不就死定了？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下一步走贴心路线。放弃算了。好啦，刚刚开玩笑的啦。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最爱下手。最爱？关键
就在这里。大大，你终于来了。怎样？你要请我吃饭啊？不是啦，我研究了整晚的灭火器乐团，发现他们最近刚好有演唱会。如果我约小安去看的话，肯定万无一失。屁啦！你连跟他讲一句话都有问题耶！而且没看到最近都很忙吗？怎么可能会陪你去看演唱会？主公，莫急莫慌莫害怕，臣有一计，必直取胜利啊！好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为了小安，我愿意。哎，你们看这个。小安，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嗨一下 ，rock 一下啊？今天，可是我工作还没做完呢。今天不做完就完蛋了。不要担心，交给我们。对啊，交给我啊。给我一份。来，谢谢。这个我帮你。好，谢谢。不要客气。谢谢。再给我一些。小安，好了。好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对啊，做事要有效率，一定要用对软体啊。谢谢。那你们有空教我怎么用这个软体？好啊。那我们下班是不是就可以一起 rock 了吗？各位同事们，准备好要 rock 了吗？喂，老板。您交代的工作我今天已经都处理完了。是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老板不在家，我们把办公室翻过来好不好？好。共这下去所有的工地。